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3月13號，星期五。呢排香港樓市真係幾熱鬧，撤辣之後市場氣氛旺得嚟又唔過火，幾個新盤可以話係交足功課，亦見到買家信心開始返嚟。首先講講焦點新盤華懋集團喺佐敦德興街嘅如意項目，今個星期六首輪開售160伙，但未開賣，已經收咗超過5100張票，超額認購31倍。成個市場反應熱烈，證明核心區嘅新供應仍然大受歡迎。喺撤辣之後，買家入市動力明顯增強，地段靚、價錢合理嘅樓盤即刻成焦點。呢個現象同恢復自住需求有關，亦反映資金回流住宅市場。同區新世界發展嘅君悅都唔輸蝕，全盤64伙，即日1Q 清，成為今年第一個首輪即沽清嘅新盤。呢個成績足以說明市場對高質量細盤仲係好有胃口。從投資角度睇，呢啲項目面積細，總價相對低，買家容易負擔，亦容易轉手。撤辣後，買家即刻行動，反映市場信心從觀望變成實際行動。至於北區粉嶺嘅永泰地產項目雲向，繼續加推78伙，折實平均尺價大約15997蚊，比首張價單貴咗14.5%。價升仍有客，呢個信號幾關鍵，即係即使價位上調，市場入票仍然積極，顯示成交有承接力。發展商都算聰明，用漸進加價策略試水溫，鞏固市場預期。另一邊，長實喺元朗洪水橋嘅 Locker 都有動作，一個 C 座26號複式單位，實用778尺，成交價去到12106000蚊。成績雖然唔算爆炸，但反映新界西區市場仍穩中有價，尤其係優質大單位，仲有特定買家群。至於屯門海和山，發展商透露最快下星期會加推洋房招標，全盤到而家賣出咗582伙，套現超過27億元。呢個盤屬於中高檔項目，主要吸引換樓客同實力投資者，平穩記銷情，算係市況穩陣嘅一個指標。講完一手就睇下二手市場，最近幾個月成交都回軟得幾明顯，好多業主趁勢出貨，部分仲反價成交。例如荔枝角嘅星月居兩房單位，最近以852萬易手，業主持貨12年，升值大約40%。喺撤辣影響下，呢類市區中價盤重獲關注，新買家主要係自住客。置富花園一個3房單位都傳出成交，持貨33年，升值超過2倍。雖然暫時未有具體價錢，但係足以顯示舊樓仍有升值空間。投資者對穩定租金回報嘅物業始終有興趣。西貢 Sierra C 一個2房單位，業主持貨10個月就賺咗115萬，以645萬成交。呢啲短炒式利潤再現市場，證明投資者對樓市走勢轉趨樂觀。不過，亦唔係全部都升。馬鞍山紅壁一個2房單位，持貨7年後蝕1成，以688萬沽出，較市價減咗1成8，反映地段、景觀同供應量仍然有影響。好盤先有價。荃灣海濱花園一個3房套單位，最近以600萬成交，業主持貨21年，升值1.6倍。盤雖然舊，但係地點方便，生活圈成熟，仲係吸引家庭客。呢啲成交數據綜合睇，二手市場活躍度比去年明顯上升，買賣雙方議價空間收窄。喺資金回流住宅市場，加上息口預期下調嘅背景之下，樓價指數連續幾個星期都持續回升。雙小陽春嘅說法亦漸見現實，一手帶動二手，二手講到發展商及地產基金動態。陽光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最近公布2025年度業績，雖然總收益同物業收入淨額都有所下降，但可分派收入只跌咗2.1%，每單位全年派息18.2港仙，收益率約7.7厘，喺波動市況下都算穩健。太古地產 CEO 彭國邦亦講到，本港寫字樓租金跌勢開始收窄，零售雖然仲未全面復甦，但已有改善勢頭。
事實上，政府設立令帶動咗部分投資商業物業嘅興趣，加上部分外資機構回流，寫字樓市場或會逐步企穩。展望樓價走勢，幾位市場領袖都調整咗預測。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將今年樓價升幅預測由1成半調高到接近2成，仲話上半年已經達標一半。而基惠集團嘅湯文亮就估計全年升幅最少都有15%，尤其睇好豪宅同人口流入帶動。而家整體樓市氣氛的確好翻晒，業主信心強咗，買家出手又快咗。撤辣之後，發展商定價策略貼近市場，加埋減息預期，令市場資金成本壓力減低。短期內樓市表現仍會暢旺，特別係中小戶單位同交通方便嘅地段，成交會繼續活躍。不過，大家都要留意供應量增加同利率變化嘅潛在影響，唔好一窩蜂，理性入市先最重要。整體嚟講，香港樓市喺2026年開局可謂開得幾靚，市區盤排長龍，新界盤穩步加推，二手市場有價有市。撤辣真係起到作用，令之前積壓嘅購買力一次過釋放出嚟。未來數月，相信樓價仍有上升空間，但波動亦會加劇。對買家嚟講，呢個時候要識分真需求同炒風，唔好心急；對投資者嚟講，則係一個需要部署策略嘅時機。